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5，诗篇118篇14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正做拯救我的。三甲来祈祷，最远的拯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真实无改变，性格无瑕疵，疼痛无变化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是阮的石盘，阮的盾牌，是拯救阮的关台，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患难中的倚靠甲帮站。主啊！伫这充满惊吓不安、内心无法度平静的时，主啊！求你用你对天来的平安充满阮，互阮通靠你来安稳自在。主啊！地虽然会摇动，山虽然会迁移，总是你的疼拢无离开阮。你的平安要甲阮三甲伫地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阮的诗歌，也是拯救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